衝浪愛好者嘅天堂啊！睇我可唔可以征服呢一個海啦？唔使睇畫面啊，都 feel 到我好型，唔怪之得啲人啊咁中意去滑浪啦。原來啲後生仔喺齊度，日頭就食 brunch， 夜晚變身一個好玩嘅 party 啊！一到夜晚完全冇晒啊！突然間有人出去跳舞喎，霸咗條馬路跳舞喎。自己想食嘅朱古力自己整，當然熱量梗係要自己負責返啦。行入僑鄉第一村，每個攤位都好似開盲盒咁啊！萬寧係一個背山面海嘅城市啦。要追溯佢個名嘅歷史嘅話咧，佢追溯到去漢代嘅萬寧，即係萬事安寧咁解，寓意住古人對美好生活嘅嗰種嚮往啊。而家高鐵又開通咗啦，我一到步就已經聞到嗰種咖啡嘅香，同埋感受到嗰種南洋風情啦。萬寧位於海南島嘅東南部，自古以嚟就係瓊東嘅重要據點。喺明清時期已經係漁港同埋集市混雜嘅商貿重鎮嚟㗎啦。之後憑住佢優越嘅海灣資源同埋豐富嘅農產品，由傳統漁農小城華麗轉身，成為集結濱海度假、海上運動同埋農業觀光於一體嘅現代旅遊城市啊！沿住條海岸線向前行，聽講有一座純白色嘅海島教堂，唔少嘅男男女女專程嚟到呢一度表白同埋求婚，係萬寧最浪漫嘅地標之一啊！嗱，呢度就係日月灣啦，係全世界數一數二擁有最好浪型嘅海域之一嚟嘅。咁我想講呢度每年嘅海水平均溫度咧係25、6度啦，成年都啱衝浪嘅。仲有啊，如果你10月至3月嚟嘅話咧，仲要 keep 住有2米高嘅巨浪，所以呢度咧係滑浪者嘅天堂啊！除此之外，呢度更加係度假嘅勝地啦。喺度假酒店嘅附近咧，有呢個網紅打卡點。呢間教堂咧，因為佢嘅設計，最緊要係後面一望無際嘅海景，咁浪漫嘅輝，自然吸引好多情侶嚟呢度打卡嘅。咁雖然我係自己一個啦，但係身為一個專業嘅旅遊節目主持嘅話，循例都要影翻啲相嘅。喺呢度唔該，幫我影翻你張相啊！萬寧呢一度擁有大約109公里嘅海岸線，石梅灣啊、神州半島等等嘅海灣同埋半島連埋一齊。而當中最受矚目嘅咧就係日月灣啦。成個海灣係月牙嘅形狀，清澈嘅海水、溫暖嘅氣候，仲因為穩定嘅海浪咧而備受國內外衝浪者嘅喜愛啊！而我咧連長江嘅水都浸過啦，萬寧嘅浪應該都應付到嘅。嚟到衝浪勝地，好似我咁嘅 water boy 點可以唔玩㗎？各類型嘅水上活動都試過，衝浪我真係未試過。不過唔緊要啊，嗱，畫晒呢啲先，起碼影相嗰陣靚靚仔仔，唔睇得都打得啊嘛。最多啊，到時你哋幫我影相嘅話，喺個岸上面踩住扮我喺度滑緊浪，影幾張靚相先。日月灣有好多好成熟嘅衝浪俱樂部啦，新手有人教，玩開嘅就有人陪，就算兩手揈啊都可以落海玩㗎。而課程咧好彈性，1對1嘅私人教練咧大約要人民幣300蚊至550蚊不等啦。2個鐘仲要大多數咧都包埋板具啊、防護嘅裝備同埋簡單嘅影相服務俾你嘅。對我呢一種自己一個嚟嘅旅客咧，非常之方便啊！今日咧有啲風同埋有啲大浪，啱晒滑浪嘅。不過唔知對初學者嚟講咧，會唔會再難啲啫？一定難啲嘅，一定難啲嘅。7，半途把腰挺直。佢啱啱就教咗我點樣起板啦，因為覺得我有啲運動底，所以咧就教咗一個比較難少少，需要核心力量多少少嘅起步方法，就係一下起啊。咁咧，佢話喺岸度動作標準嘅，不過喺水度就唔知啦。同埋今日個浪咧好大，佢話對於初學者嚟講咧有少少難，所以我今日俾一個目標自己啫，就係可以咁樣企5秒左右，咁我就覺得今日收貨㗎啦。
成個體驗都有嗰種乘風破浪嘅感覺啊！因為一開頭真係要逆浪同埋拎住快板出海嘅，而個過程因為要避開個浪，所以要你彈下彈下啦。嗰陣我已經覺得幾得意幾好玩㗎啦。然後教練會幫你揾最合適嘅浪再推你出去，但係之後嗰幾秒企起身呢，就真係要靠我自己㗎啦，都真係幾講決心同埋勇氣嘅。開頭嗰幾次係有啲驚，不過跌下呢就慣咗咯，仲想 keep 住玩多幾次添啊！經歷我人生第一次滑浪啦，滑到㗎，有5秒以上㗎。你哋會幫我剪走咗我跌落水嘅部分講。唔使睇畫面啊，都 feel 到我好型，怪之得啲人啊咁中意滑浪啦。日月灣步行街呢度咧，日頭就係賣下 brunch 啊，買下 cafe 等你影下相、打下卡、chill 下嘅。但係夜晚咧，佢就會搖身一變，變成一個夜生活嘅聚居地啊！雖然話我啱啱衝完浪啫，但係難得嚟度假啊嘛，冇理由咁快翻去酒店瞓㗎，點都嚟呢度放下電先啊！呢條步行街就喺日月灣嘅核心地段啦，亦都叫做灣區一條街。喺社交媒體入邊係人氣超高嘅打卡點嚟嘅。沿住成條海岸線，全部都係唔同風格嘅鋪頭，而老闆呢，大多數都係本地嘅後生仔嚟嘅。喺呢度，日頭就係海景嘅早午餐餐廳，一嚟到夜晚就着晒所有嘅霓虹燈，有埋 DJ 打碟，即刻變身一個戶外酒吧區啊！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啦，我呢個大姨啊已經忍唔住啦，去識 friend 咯。好累哦！本身日頭嚟到嘅時候咧，諗住佢真係食下 brunch 啊，飲下咖啡啊，chill下，完全冇音樂，完全冇酒精，完全冇夜光燈，冇霓虹燈嘅。點知咧，一到夜晚，完全冇晒啊！突然間有人出去跳舞喎，霸咗條馬路跳舞喎。就算有車，絕對唔緊要，佢哋會攞住支咪叫大家讓開，支車過咗，繼續盡興。嗱，平時咧拍節目我就介紹夠啦，今日大家原諒下我，俾我放飛自我，我繼續去玩啦，拜拜。條大馬路就係佢哋嘅舞池，日月灣嘅夜生活太識玩啦。不過咧，就算玩到幾夜都好，第二日嘅朝早我一定要好早起身去見證萬寧嘅浪漫啊！因為喺後安鎮有一個傳說，早年風月夜，一位姑娘煮咗一碗熱粉去多謝救咗佢嘅青年，兩個人呢，就將嗰份暖意一啖一啖食到入去心入邊，而呢碗粉亦都變成咗名產啦。嚟到萬寧呢一度咧，就一定要試有海南4大名粉之稱嘅後安粉。佢望落個樣咧係屬於比較清淡嗰種湯河啊，但係咧一飲落去咧，嗰種味係屬於嗰種豬骨濃湯嘅味啊！大家平時食咧拉麵嗰啲豬骨濃湯咪白色嘅，但係咧佢個味有啲似嘅，不過咧更加似嘅係嗰種胡椒豬肚湯，因為佢胡椒嘅味咧都幾強烈嘅。同個想像同埋個望咧望落個樣完全唔同啦。其實後安係一個鎮嚟嘅，就係萬寧嘅鎮啦，出咗名做稻米嘅，所以佢哋會用佢哋嘅稻米咧去整粉，咁就因為咁樣而命名啦。同埋佢嘅粉咧，除咗係似河粉質地之外咧，我自己覺得滑多少少，同埋個米香咧會多少少嘅。平時食潮州粉麵，我都會慣咗加呢個辣椒油啦。佢呢度咧都會俾埋嘅，不過佢就係俾本地特色辣椒，加咗少少鹽啊，少少調味料落去配埋嘅，同埋個顏色咧係黃色嘅。不過咧個老闆娘同我講啊，佢咧好辣嘅，就叫我唔好加咁多住，試試先。聞落咧同普通嘅辣椒差唔多嘅，都係嗰種辣椒嘅草青味喺度。哇！好彩老闆娘同我講㗎，佢嘅辣咧嚟得好快嘅。雖然佢加咗其他調味料啦，有少少鹹，但係幾配呢個湯頭啊！食完個辣椒咧，真係成個人都醒晒啊！
去到距離萬寧市區大約30公里嘅小鎮。呢度以前呢係荒蕪嘅平地嚟嘅，但係因為一批由南洋翻嚟嘅人喺呢度定居，令到呢度變成咗華僑第一村。聽講呢度仲充滿咗南洋風情添啊！喺萬寧呢度咧，有一個隱藏版嘅寶物小鎮啊，佢就係興隆鎮啦。因為咧呢度容納咗13000幾個嚟自21個唔同國家同地區嘅人啦。例如喺馬來西亞翻嚟嘅華僑啊、泰國或者印尼翻嚟嘅華僑等等。由1951年開始咧，佢哋就將嗰個地區佢哋嘅經歷啦同埋文化帶到嚟呢一度。如果想體驗東南亞其他國家同地區嘅文化，或者食嗰邊嘅嘢食嘅話咧，跟我嚟街市就冇錯噶啦。呢度咧就唔係普通市場啦，係一座有東南亞 feel 嘅美食寶庫啊！除咗成日見到嘅海鮮啊、蔬菜等等咧，仲有印尼糕點添啊！而隔離成排嘅香料，無論係香茅啊、咖喱粉啊、魚露或者喇沙醬咧，喺呢度通通都揾到。嚟到海島應該點先？梗係拎住一袋熱帶水果食住先啦！嚟到呢度咧，個人個肺完全唔同啦。有一樣嘢平時喺生果鋪見唔到噶，係醃製嘅生果啊。水果涼拌。水果涼拌哦，用什麼醃的？鹽巴。鹽巴。辣椒。啊，能夠嘗一下嗎？可以。好吃哎，嗯。還有就是這個水果叫木乃果，對不對？對，有點酸。有點酸。邊有生果鋪話自己生果酸㗎？但係酸咧係佢嘅特色嚟嘅。佢嘅果肉咧似一粒放大版本嘅熱情果，但係嗰種酸度咧就有啲似大家平時去夾糖啊，咪有一種糖咧直落去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啊好酸啊，然之後咧到糖嘅時候會有啲甜嘅。佢咧成個旅程就係咁噶啦，一開始勁酸，然之後去到後尾咧有種好清新嘅甜喺度。呢一種芒果咧就係比較生嘅芒果啦。之前去墨西哥啊，又或者美國啲國家咧，就有機會食到多啲嘅。不過佢哋係會淨係用辣粉啊，但係呢度咧就用咗鹽啦同埋醋啊，再加少少辣椒去醃，食落感覺咧似大家平時去一啲潮州粉麵檔食嘅醃蘿蔔。食到後尾嗰種酸味完咗之後咧，就會有一種芒果嘅香出嚟。但係嗰種芒果嘅香咧屬於清香嗰隻，佢唔係好香甜嗰隻嚟嘅。呢個菠蘿咧爆晒汁啊！其實食晒3款咧，我覺得佢嘅醃嗰種味咧係差唔多嘅。不過咧，大家嘅辣度同甜度有少少唔同。謝謝老闆娘，謝謝。嗱，講起東南亞特色咧，我覺得最signature嘅一定係嗰啲甜品啊，尤其係嗰啲七彩顏色啊、好鮮豔嘅甜品啊。而呢個咧就叫做班蘭椰心。佢成個感覺咧好糯啦，跟住中間咧其實有啲椰絲喺度嘅。不過嗰啲椰絲咧同我哋平時睇到個顏色唔係好似啊。佢呢度咧係啡色喎，勁似榨菜喎，但係個口感同個味咧都同椰絲一模一樣嘅。最出名嗰陣咧椰子味嘅，就會比較冇咁糯啦，越入就越糯嘅。班蘭嗰個咧係最結身、最彈牙，而入邊嘅椰絲咧少少脆。嗱，去到東南亞地方，除咗班蘭之外咧，更加代表性嘅一樣嘢，椰糯條啊！成條臘腸咁喺東南亞咧，好多地方都見到佢嘅，勁似咧細個食嗰啲啫喱啊！佢呢種糯米咧係最黐牙、最韌嘅糯米嚟嘅。咁你越嚼嘅時候咧就越香啦。喺香港買到嗰啲椰子糖啊，好硬噶嘛，但係呢個咧係完全相反，軟到不得之了啊！但係個味咧係一模一樣㗎。喂，呢個聲應該甜，轉頭買嚟煲湯啱啱好。點解呢度會咁多華僑咧？其實就係1951年嘅時候，有700個喺馬來西亞翻嚟嘅華僑開始嘅。呢度本身咧咩都冇㗎，佢哋真係嚟開荒嘅，開喺唔同嘅農田啦，慢慢就越嚟越多人，亦都成立咗呢個興隆華僑農場嘅。咁因為呢種由冇到有嘅奮鬥精神啦，再加上一個開展拓新嘅精神咧，令到傳承到而家一代代嘅興隆人咧，都不斷喺呢度發展同埋創新嘅。當年華僑嚟到呢度，並唔係為咗好似我哋咁度假同埋嘆世界嘅，佢哋用咗喺東南亞學嘅農業知識同埋拼勁，將呢度打造成一個熱帶農業天堂。佢哋種咗橡膠啦、可可啦同埋咖啡豆。身為一個咖啡迷，梗係試下佢啲咖啡啦。
呢度咧就用咗越南咖啡嘅煮法啦，但係佢用嘅咖啡豆咧都係自家調製㗎。平時大家咧喺唔同嘅咖啡店飲嘅咖啡咧，嗰種自家培製係用唔同地方嘅咖啡豆溝埋一齊啦。而佢呢個特別少少嘅，用咗4款咖啡豆，其中3款都係興隆呢度出產嘅本地咖啡豆嚟㗎。咁越南咖啡出名嘅一嚟加咗煉奶啦，二嚟咧係有個飲法叫做3飲嘅。首先有煉奶底啦，唔好搞住，試咗咖啡嘅原味先啊！哇，好香！因為喺呢度種植嘅咖啡咧，就屬於 Robusta 啦，即係一個比較低海拔嘅地方種植嘅咖啡豆嚟嘅，即係大家平時喺茶記會飲到嗰一種甜類型嘅咖啡豆。但係呢度咧，佢嘅味道複雜少少，因為話晒都係自家調製啊嘛，有一種好重嘅香料味喺中間啦，嗒真啲咧會有種藥材嘅味道，再去到後尾咧有少少堅果啊、雲呢拿、朱古力嗰種可可豆嘅味道出咗嚟嘅。咁另外咧，加咗煉奶之後咧，比啱啱更加易入口嘅。最後一個飲法就係加冰，倒落啲冰水度飲。其實每一次咧，我個人最喜歡嘅就係加冰飲越南咖啡，因為咧成個質地咧會輕身好多嘅。但係當佢加埋冰之後咧，嗰種咖啡味咧會削弱咗少少嘅，更加清淡。由於興隆位於咖啡樹嘅黃金帶，即係北緯18度啦，所以呢一度嘅咖啡豆係唔渣得過其他地方㗎。用興隆咖啡豆調製嘅飲品入口嘅時候咧，就有少少堅果同埋朱古力嘅香味啦。而加咗牛奶同埋煉奶之後咧，竟然有啲似我哋嘅港式奶茶或者鴛鴦，好啱咖啡新手試下㗎。話說咧，如果大家嚟呢度玩嘅時候，玩厭咗少少嗰種陽光與海灘嘅話咧，我呢個內行人有一樣解鎖咗嘅隱藏行程俾大家，就係咧可可種植園啊！因為萬寧呢度咧，無論係氣候、溫度同濕度咧，都好啱種植可可呢一類嘅熱帶農作物嘅。呢度係可以俾你體驗由可可果變做朱古力嗰個過程嘅。而我最中意嗰步咧，就變做朱古力，然之後食咗嗰下。雖然可可嘅主要產季係喺春天同埋秋天啦，但係其實佢1年4季咧都會開花結果嘅，所以無論你咩季節嚟到萬寧呢度咧，都可以睇到可可果。而我喺呢度咧，一邊聽住導覽員介紹關於可可嘅知識啦，一邊望住前面黃色、紅色、紫色3種唔同嘅果實咧，都真係幾開心㗎。仲要除咗有得睇之外咧，聽講仲可以試到新鮮嘅果肉，唔知食落係咪都係朱古力味嘅咧？呢個咧係我第一次接觸到咁新鮮嘅可可果實啦！一拎起上手嘅時候咧，熬咗入邊咧係好似有啲果肉甩咗咁樣嘅，分開好似色盅咁樣係熬得喐嘅。然之後咧，佢話因為呢個已經摘咗落嚟2、3日啦，所以嘅水分咧流失咗少少，所以先有咁嘅情況出現嘅。因為可可咧本身都係一種水果嚟嘅，係食得㗎。最特別嘅位係咧，佢話每一粒都係唔同味㗎，可以開盲盒咁，就算同一棵樹出嚟嘅可可果，嗰個果實都可以係唔同味。那沒有這個刀切開的情況下，就直接握着它砸這個桌面，它的果殼就裂開了。哇！佢呢個咧開咗之後啦，會聞到一種好香嘅椰子味㗎，椰漿椰奶嗰種味，但係係好清新嗰一種味道喎。因為本身椰奶係會 creamy 啲咁嘛，但係呢個就唔係。而食嘅位咧就係呢粒嘅果實出面嗰個肉啦，而入邊嗰個核咧就係攞嚟整朱古力嘅。每一粒嘅可可咧都好似開盲盒咁嘅，就算同一棵樹出嚟咧都會唔同味嘅。但係我呢粒咧有啲酸酸甜甜啦，最神奇嘅係咧食落有一種榴蓮嘅香味喺度，但係冇咁近嘅，純粹係有一種無啦啦攻下嘅榴蓮味，但係酸酸甜甜嘅。連粒核都食得嘅，仲好健康，未炒過嘅花生同埋腰果嗰個口感啊！佢咧整朱古力豆之前咧，要將個果實拎去烤一烤熟先嘅。咁烤熟咗之後咧，聞落就已經完全唔係嗰種生果嘅味啦，已經出咗嗰種朱古力嘅香味出嚟，仲暖嘅喎。佢呢個狀態咧都係食得嘅，不過咧好似搣花生衣咁樣，要撳一撳佢。等咧出面層衣冇咗咧，就有呢個可可嘅果實啦。佢嘅口感咧勁似花生嘅，但係個味咧就好強烈，有一種好強烈嘅酸味。但係嗰種酸味帶住嘅咧澀少少啦，酸少少啦，同埋有一種好厚嘅質感喺入邊嘅。咁佢就係俾到我嗰種感覺啦。你唔好睇咧，而家呢個狀態咁乾。原來佢可以研磨成為朱古力漿嘅，不過呢個就好睇你嘅手嘅力量啦。你要係咁磨佢，逼到佢啲可可油份出嚟咧，令到佢變成漿。呢個過程好嘥力嘅。
咁啊用多少少力，希望淋呢個成品咧，咁啊食得冇罪惡感啦。話晒啲朱古力噶嘛，聽落好似肥啊嘛。嗱，將個可可豆咧揼到啲油脂出咗嚟之後咧，工作人員就會俾可可油同埋砂糖你啦，分別倒入去攪勻嘅。落完啲砂糖咧，個朱古力個濃度咧就會係70% 左右啦。然之後再揼到佢比較 creamy 少少，就可以去倒模噶啦。再擺入雪櫃雪20分鐘，就可以得到就啦你嘅朱古力啦。但係呢個咧其實係買嘅，佢呢度都有門市啦。因為20分鐘咧，我真係等唔切啦，所以我買咗一樣嘅70% 黑朱古力。除咗70% 之外咧，佢仲有其他唔同嘅味道啦，包括呢個爆炸糖味啦，跟住唔同濃度都會有嘅。同埋我覺得呢度好啱一家大細嚟啊，同小朋友一齊整朱古力，佢哋又有得食，又有得放電啊嘛。想試下文昌雞啫，都要我自己捉，合理咩？以前細個學過成語咧，叫做雞飛狗走嘅。海南人嘅靈魂，椰子嘅總部就喺呢一度啊！聽唔聽到啊？嗰啲沙沙聲，唔係落雨聲嚟嘅，係椰子嘅聲啊！海南竟然有個小宇宙，太空迷一定要嚟啊！話說圍繞文昌嘅航天發射場咧，亦都係中國唯一一個面向海洋嘅發射場啦。所以每一次有火箭發射嘅時候咧，就會吸引咗大批嘅遊客同埋航天迷嚟到呢度追火箭嘅。